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欧洲心脏病学会刊出的上新的研究，讲这个困觉唔通困伤久，若困超过1点钟，这个死亡的风险会提悬到30%。食饱困中昼下晡精神好，但是欧洲心脏病学会研究，中国广州医科大学找31万人来研究困中昼和心血管的病症以及死亡率的关系，发现讲长期困中昼超过1点钟，比完全无困中昼的人死亡的风险高3成，得心血管病症的比率高34%，而且女性要特别注意。回溯性的去分析一个统计上的一个数值，它并不是真的一个我们用医学上的去做分析了。研究的人认为讲长时间困中昼会让身体发炎，但是国内医师有无同款的看法。另外，囡仔通常是困中昼1-2点钟，表面上看起来风险也真高，但是实际上医学研究通常拢会排除18岁以下的族群，所以唔免伤过烦恼。像有些高血压的患者，在临床上我们观察得到，其实小睡一下，其实他下午的血压会比较漂亮。医师讲，临床的观察确实是小可困30分钟到1点钟左右，对血压的稳定有帮助。但是营养时的困眠才是上重要的，困中昼困伤久，对健康无一定较好。